主后2023年5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看袂见会开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斯帖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。迄暝，王困袂去，就叫人摕伊在任的大事录读互伊听。册内有记载讲，王顾问的太监辟探甲提列两个人，计谋要害亚哈随鲁王。末底改对王报告即个事。王讲：末底改做即个事，我检有赐伊甚物荣誉甲地位。事后王的人臣应讲，无赐伊甚物。王讲：什么人伫埕呢？迄时，哈曼入王宫外面的埕，要求王将末底改吊伫伊裁好的叉架。王的人臣应讲：哈曼徛伫埕呢。王讲：互伊入来。哈曼就入去。王问伊讲：王想要赐荣誉互一个人，着安怎做？哈曼心内想讲：王要赐荣誉互伊的人，当然是我咯。哈曼就应王讲：王要赐荣誉互迄个人，着安尼对待伊。王就叫人将王所穿的袍带来，将所骑伫花冠的马牵来，托一个极尊贵的大臣，甲迄个人穿王袍，互伊骑迄只马，西城的广场。搁伫伊的头前话讲：王要赐伊荣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王甲哈曼讲：赶紧去，将王袍甲马带来，照你所讲的。对迄个坐伫王宫门前的犹太人末底改做遮个代志，连一项都毋通减。哈曼就甲末底改穿王袍，互伊骑马，西城的广城，搁伫伊的头前宣布讲：王要赐伊荣誉的人，王会安尼对待伊。然后末底改倒来王宫的门，哈曼又问砍头，赶紧倒去因兜。哈曼将所发生的代志，拢甲伊的某舍利斯甲伊的朋友讲。伊遐个参谋甲伊的某舍利斯甲伊讲：你一旦对起头就是末底改，你若真正是犹太人，你一定袂赢伊，会彻底失败。因还在讲话的时，王的太监来，催哈曼赶紧去赴以斯帖所设的宴席。看袂见会开力。哈曼献策互亚哈随鲁王，要用上尊贵的礼仪对待国王想要奖赏的人。哈曼安怎也想袂到，原来国王要奖赏的人毋是伊家己，反倒是伊上痛恨的末底改。这互咱看到，人千万毋通有作恶的念头甲盘算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无喜意的。愈是邪恶的计谋，离上帝愈是遥远，愈有可能互邪恶反噬。就伫即个时阵，末底改甲犹太人拄咧为生存拼命祈祷，期待屠杀犹太人的计划通解除。就亲像以色列人伫埃及受奴役，搁拄着灭族危机的时，因向上帝求救，后叫伊帮助因脱离苦役。圣经讲，上帝听到因唉惨的声，
当上帝搁再听到受压迫者的哀求，原本恐惊王无害的末底改，却伫王困袂落眠的脚中起死回生。这一切敢是巧合？毋是，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以斯帖记虽然无提起上帝即个词，毋过因为上帝迄看袂见的力量介入，终止恶者的计谋，完成整个救赎计划，为苦难中的人民带来救赎。今仔日，世界伫严峻的疫情下面，伫小帝国的威胁下，也面对新的挑战。总是咱爱确信，圣神正用看袂见的力量，伫当中在带领咱。几年前，生态经济学大师Paul Hawken 有写一本畅销书《看袂见的力量》，会整全球的非政府组织草根运动的影响力。伊甲这个自发性运动称作地球的免疫系统。譬如，麦当劳素食伫罗马的西班牙广场盛大开幕，却引发万食风潮，唤起人的味觉甲文化认同。这是当地草根团体发起的运动，反对规格化的外来素食。提倡营养平均的在地美食。伫印度有一名寡妇在这可口可乐公司盗用灌溉的用水，竟催生世界上界大的 NGO 印度资源中心的成立。伫台湾，咱也有真丰富的社团组织。点各地重视社会改造甲进步的工作，这个进步价值的公民运动、草根运动，拢是地球免疫系统。无论是对抗法西斯共产党的独裁、贪腐、邪恶，对抗社会无公义，也是渴望行公义、护人民。指引世界朝向新天新地的上帝国，这努力拢是地球免疫系统。今仔日，咱的世界也存在真侪的压迫，遭受极权野心者军事威胁。毋过，咱爱深信上帝还掌权，伊要带领世界行向新天新地的未来。望咱也通尽家己所会，发挥地球免疫系统的作用，行伫上帝国的道路。默想，伫动荡的世代中，圣神正用看袂见的力量带领人。想看卖台湾过去所经历的动荡，人是安怎行过来？伫动荡的世代中，圣神正用看袂见的力量带领人。想看卖台湾过去所经历的动荡，人是安怎行过来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阮拄踮伫不安的时代，所以阮需要圣神的神圣力量，不断催促阮采取行动。透过良善的力量，引带阮向上帝国迈进，求你帮助阮，奉基督耶稣的名，诚心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